Taco，夠鐘去打針啦！成個台底都係 Taco 啲玩具啊！Taco，手。有樣好開心嘅事啊！啱啱 Taco 磅重，佢成功減肥咗少少，比上年輕咗1公斤。我哋早咗嚟獸醫度啊，本身約咗獸醫4點嘅，而家我哋3點45分就到咗啦。因為4點半妹妹就落校車啦，希望趕得切啦，接妹妹放學。好搞笑啊！啱啱 Taco 見醫生呢，揈晒尾，好開心，好興奮咁。哎呀 ，Taco 打完針好叻啊 ！Taco 打完針好叻啊，係咪啊？辛苦你啦！好啦，我哋接妹妹放學啦，得返15分鐘咋。由於小朋友們見到 Taco 實在太興奮啦 ，Taco 媽要控制場面，冇手拍片，淨係影咗張相。多謝大家睇 Taco 一家嘅故事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